Hello，大家好，又係我 Alfred 用貼地理性角度同大家講愛情啦。喺男女嘅感情世界入邊啦，當大家一知道自己被 friendzone 嗰陣，某程度上就好似判咗我哋死刑咁，代表住所有可以同心水對象發展嘅希望都正式壽終正寢。但個事實又係咪真係咁絕望呢？咁當然啦，如果對方只係用做朋友作為一個藉口去遠距離，講完之後就冇鞋玩劇走嘅，咁大家就梗係自己醒水啦。但係如果對方呢一刻的確只係真心想同你維持好朋友關係嘅，咁就算我哋喺短期內未必脫離到朋友嘅標籤都好啦，其實都絕對唔係你諗得咁差嘅事嚟㗎。反而當大家拎住紅顏知己嘅呢個會籍，仲可以有唔少嘅優勢，一有機會甚至隨時可以將關係 upgrade 添。咁今日呢條片啦，我就會再同大家分析下男女之間所謂嘅好朋友關係，其實係靠啲咩元素去維持嘅呢？而如果大家知道咗佢背後嘅運作之後，又可以點樣運用呢個機制去為自己增加同中意嘅男仔由朋友變成情侶嘅機會啦？嗱，點解我會講當一個男人佢真心當你係好朋友嘅，其實某程度上對於最終係以拍拖為目標嘅你，絕對唔係一件壞事啦。原因就係，其實男同女無論要建立好朋友，又或者係情侶關係，都需要某一種必備嘅基本元素。而呢種元素啦，就係互相對大家嘅異性吸引力啦。嗱，一聽到呢度，大家應該就會忍唔住講：真係咁互相吸引，就直接拍咗拖啦。嗱，喺我開始分析之前，不如大家都試下諗翻啦。可以入到你最親密朋友圈嘅男性，即係你哋會定期試下單獨見面，唔係淨係大棒活動先會見到嗰隻呢一類男仔啦。雖然佢哋未必係你好睇得上眼嘅類型，但係對你嚟講啦，你都一定會感覺到佢某程度上嘅男性吸引力。又或者調翻轉講啦，若果你對住一個你覺得佢毫無男性魅力嘅男人嗰陣，莫講話做朋友啊，我哋就連同佢講多兩句嘅動力都冇啦。但係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嘅呢？原因都好簡單，因為有別於同性朋友，兩性本身就係無可避免咁天生有住嗰種需要互相吸引嘅機制，我哋會不知不覺間傾向想接近一啲我哋覺得更加有 feel 嘅異性，所以就算只係揀朋友都好啦，都唔會揀一個完全同佢冇男女之間嘅化學反應嘅人。如果大家留意下身邊一 pair pair 唔同嘅男女知己配搭，佢哋喺質素上基本唔會相差得太遠，即係你好少會見到一個好靚嘅女仔同一個內外條件都好差嘅男仔做到好朋友。當然相反亦都係一樣啦。所以雙方有住最基本嘅互相吸引力，就係男女可以成為知己嘅必要元素。但係如果要成為情侶嘅，雙方互相吸引嘅程度就要去到更高，先至符合到嗰個門檻啦。嗱，如果啱啱所講嘅原理大家都已經明白嘅，咁會唔會你都開始意識到點解俾男人 friendzone 其實未必真係一件咁差嘅事呢？咁當然我亦都唔會離譜到話俾大家知，對方聽日就會向你表白嘅，因為若果對方都已經講到明係想同你做朋友嘅，咁佢好大機會都堅係想同你保持純友誼關係嘅。不過如果我哋將呢樣嘢作為一個指標去睇嘅呢，我哋就會更加清晰咁見到全局，無論係對於呢一刻你想推進大家關係嘅障礙，但同時自己又會擁有嘅優勢又會係啲咩？而如果要講翻俾男人 friendzone 嘅負面部分，咁呢個行為首先就係反映住，雖然佢喺你身上一定會揾到某啲值得欣賞嘅特質，但又未至於吸引到會令佢沉你船，甚至可能佢自己都從來冇明顯咁留意到呢一種感覺。如果冇人特登提佢嘅，有機會佢永遠都唔會察覺㗎。而另一個負面真相就係，如果所有客觀事實好似你同男方身上嘅條件、心態都一直維持不變嘅，我可以大膽咁推測，你哋最終會一齊到嘅機會基本係好渺茫。不過呢個世界當然都一定有好嘅部分啦。首先正正就因為你已經進入咗個男仔嘅親密社交圈，比起其他競爭對手，其實你已經係贏在起跑線。無論係 update 對方最新嘅動向，唔使淨係一味睇佢啲 story， 仲有就係可以更深入收集到對方身上嘅私密情報。無論係佢嘅感情狀態，又或者最近中意啲咩打扮嘅女仔，你都可以主動咁索到料。加上本身你對個男仔嚟講已經有一定嘅吸引力，只要好好利用你對佢嘅了解，就住對方嘅擇偶標準，針對性咁加強自己。如果方向啱嘅，你甚至唔使付出好多額外努力，就已經可以進入到佢嘅視線範圍，將自己直接由朋友圈升級到去潛在對象嘅候選區域。不過聽到呢度，大家可能又會講啦，
喂，唔係喎，Alfred，好多人都話做慣咗朋友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喎。正所謂一入豪門深似海，一做朋友就冇得改。friend 鬆得太耐，會唔會做唔翻情侶㗎？嗱，類似以上呢啲説法啦，其實都只係都市傳聞嚟嘅啫。至於點解我會咁講呢？好簡單啦，就係因為其實所有人與人嘅關係都係有住好大嘅流動性㗎，雙方關係嘅好壞、親疏，甚至係性質，都會隨住人嘅思想同埋生活模式嘅不斷轉變，而無可避免咁慢慢改變。就好似咁耐以嚟，相信大家都會聽過唔少原本識咗好多年嘅好朋友，因為一啲事而反面，跟住就以後都唔揾大家。又或者就算冇發生過咩大事件都好啦，喺我哋人生入邊，同唔同朋友嘅關係都總係會時好時壞，有時會同呢一班 friend 玩得密啲，過一排又會黐另一班多啲。大部分人喺我哋心入邊嘅朋友等級都總係會變嚟變去，就算係由知己變成伴侶嘅例子，我諗大家點都會有聽過啦。如果係咁嘅，即使呢刻只係好朋友嘅關係都好，又點解唔可以有一日會變成情侶啦？不過有一點啦，反而係大家要小心留意嘅，就係在某啲男人眼中，喺介乎朋友同埋潛在拍拖對象之間，其實仲有一個屬於 SP 嘅層級。而呢個層級究竟係點嚟嘅呢？就係當一個男人佢對你嘅感覺強度只係去到想同你有性，但又未足夠想開始一段認真關係，而喺呢一種狀態就係最易會令女仔混淆，以為自己有機會，然後最終被蝦條嘅時刻啦。建議大家喺處理男女關係，尤其對住自己好有興趣嘅對象嗰陣，要俾啲耐性去觀察，盡量了解對方嘅意圖。嗱，聽晒今日嘅內容，可能大家都已經好心急咁將佢哋代入自己身上去解讀啦。咁最後喺度，我都再重申一次啦。今日所有嘅分析都係基於個男仔本身係處於單身，呢一刻亦都冇其他潛在對象發展緊嘅情況下去進行嘅。即係如果對方係因為本身已經拍緊拖，然後知道你中意佢，先至表達只係想同你做朋友嘅，咁似乎就超出咗今日呢條片嘅分析範圍啦。但係建議大家都可以就住唔同嘅情況多啲思考，又或者大家有咩題目想我去講下嘅呢，都可以多啲話俾我知㗎。咁今日分享啦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請你都幫手喺下邊撳個 like 同 share， 又或者你有任何睇法嘅，都歡迎你多啲留言支持下。我會繼續用理性同貼地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唔同嘅愛情現象。如果你想聽到啲我關於唔同話題嘅分享呢，就即刻訂閱同撳一撳個鐘仔，仲有記得多啲 CLS 啦。下次見，拜拜。我係 Alfred， 我係一個生命教練，同時亦都係一個催眠治療師。我個目標咧就係幫助大家喺認識自己嘅過程裏邊咧，可以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嘅美麗嘅人生。